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三餐四記，我是阿晴。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經歷？興致勃勃喺街市買咗斤靚鮮魷，諗住今晚整返味大排檔嘅豉椒炒鮮魷，點知一落鑊，啲魷魚嘩啦一聲瘋狂出水，成煲變咗魷魚湯。啲魷魚本身大大嚿，炒完縮到得返蝦米咁細粒，用筷子夾起咬落去，哎呀，韌過擦紙膠。喺個嘴度夾咗30秒都咬唔開，最終只好成嚿吞落肚。成餐飯仲帶住一陣揮之不去嘅海腥味，真係諗起都把幾火。明明酒樓大排檔嗰啲魷魚花捲得靚，食落爽脆彈牙嗦嗦聲，點解我哋自己喺屋企就搞到一鑊泡？其實唔係你唔識煮，而係未捉到個竅門。今日阿晴就同你拆解大排檔大廚唔肯教嘅獨門秘技，教你撕膜去腥、麥穗花刀10秒定型，魚條碗汁猛火快炒，跟住做包保你炒出嚟嘅魷魚花立體分明，乾身冇多餘水分，入口爽脆到你會聽到嚓嚓聲，鑊氣沖天，從此告別擦膠鰻魚嘅噩夢。記得睇到最後，阿晴有句5字口訣送俾你，仲有互動問題同大家傾偈。而家先撳個讚，訂閱埋三餐四季頻道，再撳埋右邊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阿晴每個禮拜同你分享嘅廚房秘笈啦。好啦，既然要解決出水變穩呢個世紀難題，我哋首先要由源頭講起。好多街坊煮餸衰咗，以為自己手勢唔好，其實可能由買餸嗰步已經行錯咗。你諗下，如果你買咗啲本身已經雪到發白、浸到發掹晒嘅雪藏鰻魚，咁就算神仙都難救，佢入面浸滿晒水，你點炒都一定會出晒水，肉質仲要削過紙巾，邊度會好食啊？所以阿晴成日都話，煮餸要成功，首先就要學識點樣揀靚貨。你行入街市，企喺海鮮檔前面，點樣先可以揀到一味新鮮靚鰻魚呢？阿晴而家話你知，首先睇佢對眼，新鮮嘅鰻魚對眼應該係晶瑩剔透、晶光雪亮，好似黑水晶咁靚，眼珠飽滿突出。望落去就知佢生猛。如果你見到對眼係灰灰藍藍或者凹陷落去，甚至已經變白殼，就千祈唔好要。呢啲擺咗太耐，腥味一定重。其次就要睇佢嘅肉身，你用隻手指輕輕撳下鰻魚嘅身筒，新鮮嘅應該係厚實而富有彈性。你撳落去，佢會輕輕彈返起，好似你撳自己手臂咁有彈力。而且肉身透住一種好自然嘅光澤，望落去係半透明嘅粉嫩色。相反，如果撳落去死死實實，或者一撳就凹咗落去，唔識彈起，又或者成條鰻魚發白得好緊要，好似被漂白水浸過咁，嗰啲通常都係浸發過度，或者擺咗好耐嘅冰鮮貨，煮出嚟一定混過柴皮。最後仲要留意下佢啲竹鬚上面嘅吸盤，新鮮嘅鰻魚吸盤完整，粒粒分明，仲會帶有少少黏性。記住呢幾點，你就成功咗第一步。買到靚料之後，煮出嚟嘅效果就會事半功倍。有啲街坊貪方便，成日買定啲雪藏鰻魚擺喺冰箱。阿晴建議你，如果真係要用雪藏貨，盡量買返嚟2日內食完。解凍嗰陣要提前1晚擺喺雪櫃下格慢速解凍，千祈唔好貪快就咁浸水，否則啲味走晒，肉質又會變得水汪汪，點整都冇咁好食㗎。買完靚鰻魚返到屋企，跟住落嚟呢步就係關鍵啦。好多人都會忽略咗，甚至唔知要咁做，就咁將條鰻魚沖水就切，難怪啲腥味會揮之不去，食落仲要暈過擦膠。阿晴呢招原創去腥秘技叫做雙面晚皮撕膜法，只要你跟住做一次，你就會發現以前食嘅鰻魚同而家整出嚟嘅完全係2個世界嘅嘢。首先，你要將條新鮮鰻魚放喺砧板上面，用手輕輕一撕，就可以將個鰻魚頭連埋內臟成個拉出嚟。你會見到入面有條透明好似膠片嘅嘢，嗰條就係鰻魚嘅軟骨，好易就搣到出嚟。跟住落嚟嘅步驟就係重中之重啦。你要由鰻魚背部，即係有紫黑色外皮嗰邊嘅一個角落頭開始，用手指指甲或者用刀尖輕輕挑起一啲外皮，然後揸住佢慢慢向後拉，你會發覺呢層紫黑色嘅薄膜係可以完整咁撕落嚟嘅。撕嘅時候，你會聽到嘶嘶聲，感覺好自然。點解一定要撕走呢層黑皮？因為呢層皮受熱之後會變得非常之穩，仲要係成條鰻魚最主要嘅腥味來源之一，就好似你食豬肉要飛水，食牛肉要啤水一樣。呢個動作可以話係決定你碟餸成敗嘅關鍵。有啲人會問，咁鰻魚鬚使唔使撕啊？阿晴話你知，鰻魚鬚表面嗰層薄膜都一樣要撕，不過鰻魚鬚比較幼細，
你可以用一條濕布包住啲鬚，然後用力一捽，嗰層外皮就會好易甩出嚟。呢個方法又快又方便，大家不妨試下。撕完外面，唔好以為就做完啦，仲有入面。將撕好皮嘅鱸魚身筒翻開，你會見到內壁有一層滑潺潺、半透明嘅黏液薄膜。呢層嘢同樣係腥味嘅溫床，而且佢會影響之後切花嘅效果，令啲花紋唔分明。點樣清除佢呢？好簡單，你攞把刀，用刀背，記住係刀背，唔係刀縫，輕輕咁由頭到尾刮幾下，你就會見到嗰層白色嘅薄膜同黏液會俾你刮成一撈，然後你用清水一沖，成條鱸魚就會變得乾乾淨淨、白雪雪，望落去都覺得爽身。呢個雙面麻皮撕膜法做完之後，你已經成功去除咗8、9成嘅腥味。而家就算就咁聞下條鱸魚，你都唔會再聞到嗰陣難頂嘅海腥味，而係得返一種好清新嘅鮮味。處理乾淨之後，就嚟到好多街坊覺得最頭痛嘅環節——切花。成日都聽人講要切鱸魚花，但係自己切極都唔開花，或者切出嚟唔似花，似一條條蟲仔多啲。阿晴今日就同你講清楚當中嘅夾門，其實只要捉到一個重點，你就永遠唔會失手。呢個重點就係我成日講嘅切內唔切外。記住呢個鐵則，你要切花嘅地方一定係鱸魚嘅內壁，即係腹腔入面嗰面，亦即係你啱啱用刀背刮過薄膜嗰邊。點解一定要切內壁？因為鱸魚受熱收縮嘅時候，內壁嘅收縮程度會比外壁大。當你喺內壁切咗花紋，加熱之後，佢就會向內收縮，然後自然咁向外翻轉，形成一流立體嘅麥穗卷，望落去成碟餸即刻高級晒。相反，如果你唔小心切咗喺外表面，即係撕走咗黑皮嗰邊，咁受熱嘅時候，佢會縮成一條條死死實實嘅條狀，唔會開花之餘，口感仲會差好遠。所以大家切之前一定要睇清楚，內壁係平滑帶少少黏膜嘅，外壁係撕完皮之後比較乾爽嘅，千祈唔好搞錯。好，而家正式開始切。首先將條鱸魚身筒剪開，攤平喺砧板上，確好內壁向上。跟住你攞把刀，將刀身傾斜成45度角，由鱸魚嘅一角開始，密密咁畫出一條條平行嘅斜線。呢個密密嘅意思係指每條線之間嘅距離大約係2-3毫米左右，千祈唔好畫得太疏，太疏嘅話出嚟嘅花就唔夠密，擠得唔靚。至於深度大約要畫到2/3嘅深度。即係你落刀嘅時候，要感覺到刀鋒差唔多接觸到下面嗰層皮，但又未穿過號，要留返1/3嘅厚度連住。呢個就係考功夫嘅地方，你要用陰力，唔好太大力，否則一切就斷開一流尼，變咗鱸魚絲，到時就前功盡廢。畫完呢批斜線之後，將成塊鱸魚轉一個90度角，然後今次將把刀垂直起直，即係0度角，同樣密密咁切落去。同之前嗰啲斜線形成一個交叉嘅十字紋。你做完呢兩個步驟，就會見到成塊鱸魚布滿咗一格格嘅菱形格仔紋，望落去已經好精緻。最後一個步驟就係將呢塊切好晒花紋嘅鱸魚，改刀切成大約3厘米乘5厘米嘅小方塊。點解要呢個大細？因為太大嚿，入屋一就起嚟會好大泥，唔方便入口；太細嚿，又煮唔出麥穗嘅形態，口感都唔夠澎湃。3×5呢個尺寸啱啱好，可以令佢轉成一個靚靚嘅鱸魚花球，入口嘅時候又方便，一啖一嚿，啱啱好。切好之後，你將啲鱸魚塊逐塊擺開，你已經可以隱約見到佢哋微微聳起嘅形態，淨係睇個樣都已經知道呢碟餸成功咗一半。切好晒花，理論上可以即刻落鑊炒。但係阿晴要話你知，如果你就咁擺啲鱸魚落去炒，就算你個鑊燒到好紅，你都好難炒得靚。點解？因為家庭爐火嘅火力同酒樓嗰啲強勁嘅石油氣爐係完全冇得比嘅。你將啲鱸魚一落鑊，佢會即刻出水，啲水一出，個鑊嘅溫度就會急速下降，搞到啲鱸魚變相係硬熟，而唔係炒熟咁樣出嚟嘅效果，就係你平時見到嗰種成鑊水嘅情況。所以阿晴要教你第二招獨門控水秘技，就係10秒極速焯水加冰水冷擊。首先你要預備一個大煲，煲入面裝多啲水，因為水越多，佢嘅熱容量就越大。當你放啲鱸魚落去嘅時候，水溫先至唔會突然跌得太勁。將水煲到大滾大滾，睇住啲水泡好似噴泉咁不斷湧上嚟嘅時候，
就加入幾片圓同埋1湯匙嘅參興花雕酒，呢兩樣嘢可以進一步幫鯪魚去腥增香。跟住就將你切好晒花、改好晒刀嘅鯪魚塊全部一次過倒落滾水度。呢個時候你就要開始數秒，心中默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係10秒，多1秒都唔得。你會見到啲鯪魚一落滾水，佢表面嘅十字花紋會喺呢10秒鐘之內，好似變魔術咁，瞬間向外翻順，變成一個個形狀立體、紋理分明嘅麥穗花球。嗰下嘅視覺效果真係好療癒。但係你要記住，呢個過程真係好快，只要10秒，你就要即刻用個梳機將所有鯪魚撈起。如果你撈遲3秒，即係總共浸咗13秒，啲鯪魚嘅肉質就已經開始由爽脆變向結實。再煮嘅時候就會變穩，所以阿晴成日都話煮嘢食好多時就係爭嗰幾秒鐘，尤其係處理海鮮，火候嘅精準度真係好緊要。撈起之後嘅鯪魚，你要即刻將佢哋倒入預先準備好嘅冰水入面，呢個步驟叫做過冷河或者冰鎮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你啱啱用滾水焯完，鯪魚嘅肉質都為處於一種高溫膨興嘅狀態。如果你唔理佢，佢會繼續利用自身嘅餘溫去加熱自己，咁就會變老。但你將佢哋一嘢掟入冰水，冰水會令啲纖維急速收縮，鎖住入面嘅水分同肉汁，同時令到肉質變得更加之爽口彈牙。你將啲鯪魚花浸喺冰水入面，大約浸到佢完全降溫，摸落去冇晒暖意就可以撈出嚟。撈出嚟之後，最緊要嘅一步就嚟啦。你要用廚房紙將啲鯪魚花逐嚿鋪好，用力將佢哋表面嘅水分完全索乾。呢個步驟絕對唔可以偷蛋，因為如果你索得唔夠乾，啲多餘嘅水分就會跟住你一齊落鑊，到時又會變翻鯪魚湯。你要索到啲廚房紙放上去，拎翻起係乾爽嘅，咁先算合格。經過10秒焯水，冰水過冷，貼底索乾，呢3步曲，你嘅鯪魚花已經處於一個最佳狀態，預備好接受之後嘅猛火洗禮。好啦，主角準備就數，而家輪到配菜同埋個汁。大排檔嘅豉椒炒鮮魷，除咗鯪魚要夠鑊氣之外，配菜嘅香氣都係不可或缺嘅一環。阿晴通常會預備啲咩呢？青紅椒各半個，洗乾淨去核之後切件，除咗可以令到碟餸嘅顏色更加黑鮮淡，仲可以帶出清新嘅甜味。再嚟就係半個洋蔥切角，幾塊啱片切得薄薄地，仲有幾粒蒜頭切片備用。另外，阿晴個人好鍾意落少少豆豉，你將啲豆豉用刀背略微壓碎，咁樣可以將佢入面嘅香氣完全釋放出嚟。炒嘅時候會令成個廚房都充滿一股鹹香誘人嘅味道。但係講到最關鍵嘅一步，就係阿晴要介紹嘅第3招法寶——預調碗汁。好多街坊喺屋企炒餸，都係一路炒一路落調味料，又要落豉油，又要落糖，又要落生粉水，搞到手忙腳亂。如果係普通炒菜都還好，但係炒鯪魚呢啲快手上嘅菜式，你每擔唔多1秒，鍋入面嘅鯪魚就老多1秒，到最後出嚟嘅效果一定係又穩又蟹。所以我哋要學識酒樓大廚嘅做法，就係喺未開火之前，將所有要用嘅調味料預先調好一碗汁，咁樣一嚟可以節省時間，二嚟可以確保好味道均暖，三嚟就係可以縮短鯪魚喺鑊入面嘅加熱時間，確保佢爽脆嘅口感。呢個碗汁點樣調呢？阿晴而家話你知，你攞個平時飲湯嘅中式湯匙，先倒入1湯匙嘅生抽，即係豉油，用嚟提供基礎嘅鹹味。再加入1茶匙嘅梨油，梨油可以提升成個餸嘅鮮味同濃郁感。跟住落半茶匙嘅白糖，糖嘅作用係中和味道，令到成個汁唔會死鹹，仲可以帶出少少嘅回甘。再加少少白胡椒粉，胡椒粉可以去腥之餘，仲可以為菜式增添一種溫和嘅辛香。然後就係好重要嘅一樣嘢，生粉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太白粉。落大約半茶匙就夠。生粉嘅作用係等陣加熱嘅時候，可以令到個汁變稠，可以緊緊咁掛喺啲鯪魚花上面，食起嚟先會有味。最後加入1湯匙嘅參興花雕酒，同埋1湯匙嘅清水，將所有材料攪拌均勻，直到啲生粉完全融化，冇晒粉粒。呢碗汁就係你炒出大排檔風味嘅秘密武器。你預備好呢碗汁，就等於將成個炒製過程最花時間嘅部分提前做晒，跟住落嚟嘅步驟就會變得輕鬆又快捷。終於嚟到最激動人心嘅炒製時刻，你預備好所有材料未？鯪魚花索乾晒水，配菜切好晒，碗汁又調好晒，而家就係你表演嘅時間。
阿晴要提你，炒呢味餸嘅核心只有一個字，就係快。所以你要確保所有嘢都喺伸手可及嘅範圍，咁先可以一氣呵成。首先，你要將你嘅中式鑊放喺個爐上面，開到最大嘅火。你要將個鑊燒到好紅好紅，燒到佢開始冒起微煙。你感覺到陣陣熱力撲面而來嘅時候，就代表個鑊已經夠熱。呢個時候，沿住鑊邊淋一圈凍油，即係熱鑊凍油。呢個做法可以防止啲材料黐底，同時令到炒出嚟嘅餸更加有鑊氣。油落去之後，唔使等油熱，即刻將你準備好嘅薑片、蒜片同埋壓碎咗嘅豆豉一齊落鑊。因為個鑊本身好熱，啲香料一落去就會喳一聲，香氣即刻爆發。你要保持最大火，快手快腳炒佢約莫15秒。你會聞到蒜頭同豆豉嘅香味完全釋放出嚟，充滿晒成個廚房。跟住就將洋蔥塊同青紅椒片都倒埋落去，繼續用大火快炒多10零秒，目的係要炒出佢哋嘅香氣，但又唔好炒到佢哋藍晒，要保持住少少爽脆嘅口感。跟住落嚟就係成個菜嘅高潮位啦，將你索乾晒水分嘅魷魚花一次過全部倒晒落個燒到紅卜卜嘅鑊度。呢個時候你會聽到一下好響亮嘅沙一聲，真係好自然。跟住你要保持最大火，快手兜炒5秒，目的係要令到啲魷魚花同啲配料充分混合，同時利用高溫將魷魚花表面嘅水分進一步蒸發。5秒之後，你即刻將你預先調好個碗汁，沿住滾熱辣嘅鑊邊淋落去。碗汁一預熱，又會散發出另一陣濃烈嘅醬油香氣。然後你要繼續保持最大火，快手快腳將所有材料翻炒。務求喺10秒鐘之內，令到每一嚿魷魚花、每一條罅隙都均勻咁沾上啲濃郁嘅醬汁。你會見到啲醬汁因為生粉嘅關係，迅速變得濃稠，緊緊咁掛喺啲魷魚花上面，望落去色澤金黃，閃閃發光。最後一個動作就係沿住鑊邊淋入少少包尾油。阿晴通常會用花生油或者麻油。包尾油嘅作用係令到成碟菜嘅色澤更加光亮，香氣更加突出，望落去更加吸引。淋完包尾油之後，快手兜多2下，即刻熄火，將啲魷魚花彈上碟。成個過程由魷魚落鑊到起鑊，前後加埋都唔使30秒。你睇下碟入面嗰啲魷魚花，一朵朵立體分明，好似盛開嘅金色麥穗，望見都開心。你再聞下嗰陣由豆豉、蒜片同花雕酒混合而成嘅獨特鑊氣香，真係令人忍唔住流晒口水。而最緊要嘅係，你睇下個碟底係乾爽冇水嘅，冇多餘嘅汁液積聚，呢個就係成功嘅標誌。好啦，一碟完美嘅大排檔風味豉椒炒鮮茅終於大功告成。你拱起一嚿魷魚花嚟睇下，佢嘅形態立體而優雅，每一條坑紋都因為索滿咗醬汁而顯得油潤光亮，放入口。首先感覺到嘅係佢嗰種無可比擬嘅爽脆質感，你每咬一啖都會聽到自己口腔入面發出索索嘅清脆聲響，真係好過癮。牙齒切落去嘅時候係乾淨利落，完全冇嗰種要同嚿魷魚搏鬥嘅感覺。跟住落嚟醬汁嘅味道就會喺你嘅舌尖上彈放開嚟，豆豉嘅鹹香、豉油嘅鮮甜、花雕酒嘅醇厚，三者融為一體，味道層次豐富，但又唔會蓋過魷魚本身嘅鮮味。因為你之前嘅去腥功夫做得足，你完全唔會食到嗰陣令人反感嘅海腥味，只會得返新鮮海產嘅清甜。成碟餸食完，你望下個碟，你會發現碟底係乾爽㗎，一滴多餘嘅水同油都冇。呢個就係大排檔師傅講嘅乾身同夠鑊氣嘅最佳證明。為咗等大家容易記住今日呢一系列嘅技巧，阿晴將佢歸納成為一個簡單易明嘅5字口訣。你記住呢5個字，以後想幾時食，隨時都可以喺屋企複製出大排檔嘅味道。呢5個字就係撕，即係我哋第一步講嘅撕去黑皮，刮走內膜，徹底清除腥味嘅源頭。切就係喺內壁用斜刀同直刀切出麥穗花紋，記住口訣，切內唔切外。焯就係用滾水10秒極速焯水，一見到開花就要即刻撈起，唔可以多1秒。乾就係所有嘅水分都要索到，徹底乾爽。特別係焯完水過完冰河之後嗰步，呢個就係你碟餸會唔會變湯嘅關鍵。快就係預調碗汁，猛火快炒，由魷魚落鑊到上碟，前後唔好超過30秒。快很準，咁先鎖得住爽脆嘅口感。呢5個字由買料到上碟，可以話係環環相扣，缺一不可。你下次試下跟住做，就會發現原來自己都可以成為屋企嘅大排檔廚神。
今日同大家分享完呢個豉椒炒鮮茅，唔知有冇勾起你哋一啲回憶呢？講起食茅魚，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喜好。阿晴自己就最中意今日呢種豉椒爆炒嘅做法，貪佢夠鑊氣，餸飯一流，啲汁撈飯真係可以食多2碗。但我知道好多街坊都偏愛原汁原味嘅白灼鯪魚，尤其係新鮮鯪魚，就咁用滾水白灼，點下辣椒豉油，食佢嗰種純粹嘅鮮甜味，都係一種至高嘅享受。講開又講，最近天氣開始轉涼，夜晚收工返到屋企，如果可以有碟熱辣辣、充滿鑊氣嘅小炒食下，真係成個人都會暖晒。唔知你又會點揀呢？你係中意白灼撈魚，點辣椒豉油嗰種清清淡淡嘅鮮味，定係好似阿晴今日咁，中意野味香爐、鑊氣沖天嘅豉椒爆炒鮮撈呢？阿晴好想喺留言區睇到你哋嘅分享，等你哋同我講下你哋嘅心水選擇。你哋仲可以話俾我知，你哋平時喺屋企炒撈魚最常遇到嘅難題係咪同阿晴開頭講嘅一樣，都係出水同變穩呢？你試完阿晴今日教嘅方法之後，有冇成功咁炒到一碟靚靚嘅鯪魚花啊？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等我都同你一齊開心下。如果你中意阿晴今日嘅分享，覺得對你煮餸有啲幫助，又或者你覺得呢條片好有趣，記得幫手撳個讚好嘅按鈕，俾阿晴一個支持同鼓勵。仲有千祈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三餐四季頻道，仲有撳埋旁邊嗰個小粒蛋咁樣，阿晴每次有新嘅煮食秘笈同生活小知識同大家分享嘅時候，你哋就唔會錯過啦。你嘅每一個讚好同訂閱都係阿晴繼續落去嘅最大動力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